为鼓励学生依据专才、热情甲创意来构思设计和平服务计划，以实际行动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17项的核心目标。总共有10多间大学甲高中的参赛队伍，经过2个月的北中南初赛甲复赛，日前伫成功大学举办最后的总决赛。包括新科议员林冠伟甲曾之杰，嘛拢到场为选手来加油打气。现在来到这种资讯发展的一个时代，那非常重要的一些内容呢，可以说呢是年轻人呢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发挥一个很大的一种影响力啊。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有这个和平设计师的这个活动，其实它是想要来呼应关于整个联合国所要呼应的17项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并且也是想要把我们在台湾那各地的年轻人这种活力跟创意能够凝聚起来。所以因此我们在北中南那4个地方那举办这样的 YSP 的大会，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大会呢，就如同当作是一个小小的平台，通过这样的小小平台里面，能够慢慢的来推广到我们整个全台湾各地，甚至能够把更多优秀年轻人他们好的这些服务的内容，或者他们很好的一些创意，以及他们过去在不同的角落里面默默的在付出的这些内容，可以在这种世界的平台上面，可以让更多人看见。经过一番的激烈竞争，最后名单出炉，由着美和科技大学、美和之光的热情放松，以着真诚的服务内容加生动的分享，打动评选得到优胜的第1名。以社会青年组的三叔石，加中正大学的小菜苗2.0，嘛以自身导入环境永续加世代传承的服务理念，分别得到第2、3名。台南新闻综合报道。